Mature 咧係德國入口 Europe 大亞同 BMW 合作，響 Europe 嗰邊全部 GS 穿衫都係用 Mature 配套嘅，所以除咗馬來西亞啫 ，OK，so hello， 今日星期日冇按跛，同大家講下有關我即將愛出泰國應該愛準備乜嘢 ，OK， 就 major service 咗啦，換咗 Brake 就換做埋 Valve Karen 就靜啲咗 engine， 你嘅 Brake 原廠係20寸就愛換咗嘅 ，OK 就做咗 major service 翻廠，所以跟住就係因為我愛去出泰國15日嘅行程啊，差唔多係5000至到6000 km 啦，大概係5000幾啦。15日嘅行程，平均每一日差唔多係500 km 公里要行，所以我哋愛做嘅準備就係大丫咯，大丫最好係換新嘅，因為我嘅大丫之前係剩翻30-40%啫，所以我就換新嘅。首先我就介紹我嘅大丫先 ，OK， 我嘅大丫係 Mature， 所以跟車嚟原裝都係 Mature 嘅，所以 Mature 嘅大丫係德國製造嘅 ，OK， 佢響1986年啊就已經俾 Ferrari 公司意大利啊 take over 咗，因為收購咗呢個 Mature 同 BMW 啊，佢哋係合作關係啊，所以響 Europe 啊，佢哋每一趟新車都係用 Mature 嘅，所以呢個 Mature 呢一副我係用咗第三套咗大丫，所以呢個大丫係 so far so good， 我最中意佢嘅係乜嘢 Mature 係佢行到就嚟冇花啊，佢都唔曉起噏嘅，佢係順滑滑嘅。呢個肯定係 confirm 啊，因為我親身體驗，而且佢呢個大丫係中高級嘅大丫啊，佢會比 Ferrari 或者係 Michelin 啊係平少少啊，但係佢係德國製造啊，即係入口大丫嚟噶呢個，你唔好睇小佢啊，佢最主要係濕地同埋 highway 普通最主要啦，所以佢嘅大丫後邊啊。我係通常載人3個箱係重啦，我係長期載人嘅。佢嘅大丫後邊平均可以行15寸，前邊咧平均可以行25寸，所以大家明白。Mature 咧係德國入口 Europe 大丫同 BMW 合作，響 Europe 嗰邊全部 GS 穿衫都係用 Mature 配套嘅，所以除咗馬來西亞啫 ，OK。所以今日我仲有啲嘢介紹就係。OK， 貨娃電箱，都呢個貨娃電箱啊！如果你係換翻原裝嘅都得嘅，原裝嘅電箱咧就 warranty 2年，所以如果過開2年，你嗌得翻廠換或者係出邊換，所以呢個貨娃呢個電箱咧就可以用佢嘅，冇問題嘅。我已經介紹開幾個拜哥啊，係 GS 1300啊，已經係用咗貨娃電箱，係 so far so OK， 係可以嘅。OK， 因為我嘅電箱已經2年咗，我就陣間換呢個新嘅電箱出泰國。點解？因為我曾經有2個拜哥啊，係因為出泰國啊，騎行10幾日啦，日日咁樣蹬啊，嗰個電箱唔知咩原因，完全冇晒電一架，另外一架係中意有電，中意冇電 ，cut 下去先至有電。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啦，如果電箱超過2年，我出去泰國騎跛15日嘅咧，最好係換新嘅。OK。換貨娃電箱，或者你翻去現廠換呢個電箱都得，但係現廠肯定係貴啦。我所知道現廠嘅，我哋尤其是我哋 GS 嘅係2000幾蚊啦，我知道，佢都係一樣有 warranty 2年，所以呢個咧就唔使，呢個係貨娃嘅，應該係幾百蚊啫，都係一樣有 warranty 啊。OK， 跟住落嚟就 Justin 帶埋氣，輕輕，萬一電箱走電或者係 weak 咗，可以夜晚 Justin 預防萬一 ，OK 出泰國必用。跟住就係 brake 皮 Brembo， 所以有關呢個 GS 1300啊，佢個 brake 皮係 BMW 同 Brembo 合作，所以應該佢有保留，我都揾唔到佢嘅原裝 brake 皮，一定愛翻 BMW 廠先有得換。所以如果你換前邊2套啦，尾一套大概係1000幾蚊，所以我就攞代替。Brembo，OK， 所以呢個係 GS1250， 拉尾可以代替，前邊仲未有。所以如果我前邊冇咗 brake 皮，我都係愛翻去 BMW 嗰度換。OK， 拉尾有代替，
係舊款嘅 GS1250拉尾係可以用代替 ，OK？所以我嘅拉尾已經用咗 Brembo 兩套咗，所以我又剩翻38先，我又換埋佢先至出泰國。跟住落嚟就係醫療箱簡單嘅買一隻仔落去就搞掂 ，OK？所以我好多謝東南亞嘅大公司，因為佢哋代理 Maturer 嘅，所以佢哋又贊助我出泰國，同埋 Boa Betty、Boa Watt Betty 本地品牌電商啊，呢個我都賣咗好多重機啊，尤其是 GS 啊，1250、1200、GS 1300，包括 Harley Davidson、Pan American，OK？所以我係賣咗呢個電商好多重機嗰度 ，OK？So thank you 你們的贊助 ，OK？拜拜，敬請留意下一站泰國 trip 15日。